主席、評判、有方同學，在座各位大家好。世界人權宣言第26條講到，所有人都有接受免費基礎教育嘅權利，應屬義務性質。所以香港喺1978年就推行咗9年免費教育，並於08年延伸至3年高中，確保所有人無論貧富都可以公平接受免費基礎教育。今日我方認為幼稚園同樣應該推行免費教育，係基於以下2大原因。第一，幼稚園教育已被確立為極之重要嘅基礎教育。3至6歲係腦部發育嘅黃金時期，亦係為終身學習打好基礎嘅重要階段。美國醫學學會聯同國家研究局指出，幼稚園學習有助解決語文、數學、文字等難題。而著名嘅長期追蹤研究計劃 Perry Preschool 計劃更加發現啦，有接受幼稚園教育嘅小朋友呢，更加願意花時間去學習，日後較少留班違規嘅行為，更加好多成功考到大學。由此可見，幼稚園教育嘅重要性係絕對不下於中小學㗎，甚至係一切教育嘅基礎。既然今日幼稚園教育同中小學一樣重要，點解唔同中小學一樣，同樣納為免費教育嘅範圍，確保所有人都有公平嘅起步點呢？第二，免費幼稚園教育可以提升質素。喺推行免費教育之前呢，幼稚園可以自行定價，就會以低學費去吸引校長同埋家長去報名。立法會財委會指出啦，去年最低嘅學費只係1萬蚊1年，為咗減低成本，只好減老師人工，令到教師流失率高達8%，係中學老師嘅4倍啊！直接影響教育質素。而家透過免費教育呢，政府就可以劃一資助學費上限，老師人工得到保障，流失率自然下降啦。另一方面，家長都唔再需要以學費嘅水平作揀幼稚園嘅考慮因素，而係直接考慮其教育質素，良性競爭就會因此而生啦。其實面對幼稚園嘅重要性呢，政府早於07年已經推行咗學券計劃，平均資助緊學生80%嘅學費，亦即係話現時政府只要資助到2成就可以做到免費教育啦。今年學券制度底下，政府打算每個學生資助17500蚊，都要用28億。而家我方全額資助學費上限26260蚊，都係加多15億咋，就可以做到免費教育。政府淨係上年嘅財政盈餘都有649億咁多啦，而家淨係俾到盈餘嘅2%就可以做到啦。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係咪連呢2%嘅盈餘都要吝嗇呢？其實環顧全球啊，不論係鄰近嘅澳門、台灣定係遠啲嘅意大利、法國、荷蘭，都已經行咗幼稚園免費。點解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，喺咁有條件嘅情況之下，都要落後於人呢？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啦，認唔認同幼稚園教育好重要？認同嘅話，點解唔同中小學一樣，同樣納為免費教育呢？多謝各位。